诗篇51篇，我们用诗篇51篇来唱一首诗歌啊，这个是大家常常会唱到的一个经文歌。诗篇51篇，我们的圣经中间扒开来就是诗篇了啊，所以诗篇很好找，诗篇中间扒开来就是诗篇。好，诗篇51篇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念一下，大家就知道这节歌词很熟悉了啊。诗篇51篇10到12节，好，翻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下。诗篇51篇10到12节，一起念来。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这个是诗篇51篇第10节到12节啊。好，其实这个诗歌唱了就会背这一节经文了啊。这个应该很多人会有唱过这首歌。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来唱预备，来。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太高了是吗？反正没有跟上来啊。好，我们再试一下哈。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好，一起来唱预备，来。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不要丢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
大卫的认罪诗大卫的认罪诗。所以圣经里面大卫因为曾经抢了人家的太太，然后杀了人家的先生所以大卫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上帝管教了他，所以这个上帝在这个惩罚的当中，让他去经历到能够蒙上帝赦罪跟赦免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情所以包括像诗篇32篇也是大卫的一个认罪的诗歌，他常常提醒自己说不要去再去犯同样的错误。包括诗篇51篇这一首诗篇也是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可以进入他的情境里面，就是当他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很惧怕的，他是很害怕说，好像如果上帝把圣灵收回去的话，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或者是他很害怕说，好像这个上帝把圣灵收回去，让他好像没有办法得到快乐或是喜乐所以他说求上帝给他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的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要进入他的情境里面，去了解说，当我们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大卫很坦然的承认他的过犯跟过错，他承认他自己是得罪上帝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历史当中，虽然大卫也许不见得他这个道德品格是很高超的，但是他的悔改是很真诚的所以比较跟他的上一任的这个国王这个这个扫罗来说的话，大卫是一个很真诚、愿意悔改跟认罪的人，所以在上帝面前悔改跟认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也是应当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应当在上帝面前应该要这样去做的所以以色列人这样说就算你洗澡洗得很干净，但是免不了走路的时候脚上一定会沾灰尘，所以你一定要在每一天都要给自己有洁净的时刻，好像我们每一天要洗澡一样，要洁净自己，让自己可以成为有清洁良心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同学能够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课程，愿你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多的认识，并且能够通盘的有概略的了解主你话语当中所启示的奥秘。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样照例要来复习一下这个圣经目录歌好，所以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目录歌，在我们的这个诗歌本敬拜诗集的第一页。好，我们都照例要来唱一下这个圣经目录歌，帮助我们把这个圣经目录可以背下来好，圣经目录歌，我们来唱一下圣经目录歌，唱下面这一首圣经目录创世纪出埃及这一首。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唱来。创世纪出埃及，你为民书记；生命记约书亚，士师录得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西米斯帖，约摩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约拿米迦拿红哈巴谷。西番雅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的部分其实有一段有一个书名是写错的叫阿摩斯，不是阿摩西阿摩斯。好，我们再来唱新约的目录歌新约目录歌马太马可。一起来唱马太马可，一起来唱来。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播马格林多、格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三书、犹大启示录。好，这个就是新约的目录歌。好，所以背新约目录跟旧约目录有什么样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在翻圣经的时候比较好找。所以像刚刚我们说要找诗篇的时候，如果知道诗篇的前一篇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这个约伯记、约伯诗篇我知道翻到约伯OK 下一卷就是诗篇所以就会知道说在隔壁而已，这样就比较好翻，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找很久所以能够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个圣经目录，这个是一个方便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圣经目录来学一些怎么样来查考圣经好，那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历史书的这个部分的段落，这个部分就比较稍微，这个书里面就写的比较稍微按照这个历史的脉络来写，它就不是按照哪一卷书来做编排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按照这个上面这个书里面才会知道他现在讲的是哪一个国王，是哪一个时代的东西。好，那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板上面的图好，通常这个图大家以后要常常有认识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我们讲说中东或是叫做以色列的地图。好，那以色列地图它有什么样的让我们可以去了解跟认识的地方？因为它其实是一片非常广大的土地然后以色列这块土地或者是迦南地这块土地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区里面，这个地区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我们上次有提过，它往下去就是到埃及，往上去就是到欧洲，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的点就是它是在欧亚非三洲的这个中心点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以色列人为什么站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就像这个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一样，你必须要在这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去影响世界，去影响世界。所以当时的已知的世界就是这个是东方亚洲的地方，然后非洲的地方跟欧洲的地方。所以你站在一个中心点的位置上，你会发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不是影响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会来影响你。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位置这么重要？因为他在一个关键点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也在讲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相当重要的。你如果不是影响世界，你有可能就会被世界来影响。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如果你不是影响这个世界，就是世界会来影响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要改变世界，要先从自己开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是先自己能够改变的话，你有可能会被外在的环境给改变了。好，所以这块土地就是我们讲说迦南地，就是这块土地，也叫做以色列土地，或者是叫做巴勒斯坦，或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就是在这一块地方。好，上面这个圈圈，这个以后新约的时候会讲的更多。上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加利利海，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小圈圈，它其实不大，它其实只是一个湖，它的面积其实不是很大，比较大反而是下面这个圈圈。下面这个圈圈叫做沿海，或是叫做死海所以我们有很多姐妹喜欢去买那个叫做死海的那个泥，有没有死海泥，然后来涂在身上这样比较好像这个保养品一样为什么？因为死海这边的盐分很高它是很多的那个矿物质跟盐分在的地方，但是这边寸草不生，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它盐分很高所以死海是没有生物的。
加利利海就不一样，加利利海是有生物的，而且是有很多的鱼类啊，所以像这个彼得他们以前在打鱼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地方。好，下面这一块凸出来的地方，这个叫做西奈半岛。好，西奈半岛其实就是什么？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有没有？西乃山就在这个区块里面，西乃山就在这里区块里面。但是事实上是哪一座山，目前不可考，不知道。但是知道是在西奈半岛的里面。好，然后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其实画的比较那个少了一点哈。他们过红海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真的到海里面去，不是，他们是在比较浅水的地方，水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浅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是经过这个红海的那个分叉的地方，然后再进到西奈半岛，然后再往这个地方进去。啊，所以这样可以了解一下。有那个地图的时候，比较有一点概念可以理解。好，那地中海这边上去，当然就是欧洲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新约的时候比较会有的地方。好，那现在还有一个地方是在这里常常会出现的，这里叫做土耳其，现在叫土耳其了啊。所以土耳其其实是连着欧洲跟亚洲的一个地方，所以欧洲人如果要从这边下来的话，走路上的交通啊，就要从这边，然后走这边，这个叫做加萨走廊，走这个加萨走廊，然后进入到这个埃及到非洲的地方。所以以前走路上交通其实是比较复杂跟危险，后来在罗马帝国的时期的时候，就变成是海上交通了。所以海上交通就比较方便，但是以前如果是走路上交通的话，就比较困难，而且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经过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地点很重要的地方。好，然后如果各位在这个国中课本以上有念过的话，会知道说中东有两条很重要的河，一条叫做幼发拉底河，一条叫做底格里斯河，所以这里叫做两河流域。好，那两河流域里面，圣经里面讲的名词翻译比较不一样。圣经里面这个幼发拉底河叫做伯拉河，所以各位看创世纪的第2章的地方就有有两条河，一个叫伯拉河，一条叫西底结，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就是在两河流域的这个地方。然后亚伯拉罕出生在哪里？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出生在这里，不是他老家在哪里？他老家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叫乌尔。所以他是怎么搬家？他要从乌尔一直搬家，迁徙到这个地方。所以以色列民族他们最早开始的时候，老家是在乌尔，然后往这边这个肥沃约湾迁徙之后，就到迦南地，然后在这边住了些时候，这个雅各就带领他的儿女子孙就进到这个埃及去了。好，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在埃及400年？这是上帝预定的，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在那里有400年的时间。当然，并不是全部都是当奴隶，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相处很好的，因为约瑟的功劳很大，所以以前埃及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是很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圣经里面出埃及的时候说，有一个新的王，他不认识约瑟了，所以他后来就把以色列人当成奴隶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说，他们到这个为什么要出埃及？他们从埃及当奴隶之后，他们要跟上帝祷告，希望上帝拯救，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啊，这一段的过程。
就是他们开始成立成为国家的一个经验跟经历。所以就是我们开始要上这个历史书的部分，所以这个连接到上个礼拜我们上了历史书，从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还有路德记啊、撒母耳上下，这个就是他们建立王国的历史，这样可以了解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再重新的再这个复习一下。好，但是这一周开始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刚刚还在跟那个邱玉姐讲这个事情，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对不对？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地方本来叫做联合王国。好，什么叫联合王国？在大卫的时期的时候，北部的10个支派跟南部的2个支派其实是合一的。好，合一在谁的手上？在大卫的手上。所以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他在成为王的这个角色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他把12个散居的支派能够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好，然后他的儿子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看的这个人，叫做所罗门。好。那所罗门是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王，为什么？因为最兴旺的时候是他，但是开始衰落的时候也是他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本的85页。好，我们要来看列王记上这边啊，他说1章到11章。还有历代志下的1章至9章，这个地方就是在讲所罗门的王国的时期。好，请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这边有可能是谁来做这个撰写啊？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作者，他这里要说列王记上下在希伯来圣经原来是一卷，因为它篇幅太大，所以后来拆成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啊，所以这是后来拆成的，要不然以前是一卷的。好，他说作者相传为先知耶利米，这是可能的啊，所以我们通常就说，如果假设这个书的作者他认为说有可能是这个人，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有可能是这个耶利米写的。但是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不确定作者的话，最好后面还要加一个叫做以斯拉。以斯拉编，为什么？因为以斯拉是后来把旧约圣经，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圣经，把它编转成一套的系统，就是重新整理过啊。所以通常如果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作者是谁，通常都会用以斯拉来做一个代表。好，请大家看一下。所罗门他是一个蒙上帝所爱的，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有关所罗门的事迹啊，请大家看一下85页，我们的课本85页倒数第7行。但是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并不是很光彩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大卫，我们刚刚讲说大卫在这个抢人家的太太之后生的孩子，但是他不是这个抢来拔示巴之后生了第一个孩子，不是哈。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早夭死掉了，所以这个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2个孩子，这个人叫做所罗门啊。好，所以这里说神因为喜爱他，曾借着先知拿单赐名给他，叫做耶底迪亚。好，所以他有好几个名字啊，他叫所罗门，还叫耶底迪亚，就是上帝喜爱他的意思啊。好，那所罗门有什么意思？所罗门有太平的意思。所以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说，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常杀人，所以上帝说他的圣殿不要这个手沾着血的人来建立的啊，所以大卫没有机会盖圣殿，那他交给谁？他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盖圣殿啊。好，所以圣殿在谁的手上盖起来？就在所罗门的手上。好，但是呢，
他的国力到达鼎盛的时候，好，请大家看一下倒数第3行，他说晚年的时候，这个晚节不保啊，的生活奢侈，多纳嫔妃，然后异族联姻，敬拜偶像，使百姓负重恶，然后违反了神对立王的一个诫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王的时期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但是也是最衰弱的时候，开始衰落的走下坡的时候。啊，所以后来从这个所罗门之后，就国家分裂成2个部分了。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王，但是他的有智慧的王生的儿子不一定有智慧了啊。他的儿子叫做那个罗波安啊。他儿子叫罗波安。好，这个罗波安老爹很聪明，但是罗波安是一个笨蛋。为什么？因为这个他以为说这个他还要像他老爹一样啊，他其实以为他自己可以去 hold 住这个国家的场景，但是事实上百姓已经这个愤怒已经到达顶点了啊，所以后来罗波安的时候，他就听取了一些年轻人的话。后来就把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搞砸了。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希望这个罗波安国王可以给他们释放一点压力。结果这个罗波安说：“这个我的小指头比我老爹的腰还要粗啊！这个我老爹用鞭子打你们，我还用蝎子鞭打你们啊！”所以后来这个百姓受不了了，那受不了怎么办？后来就找了一个人叫做耶罗波安。2个人名字很像啊，好，所以大卫王朝分裂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就在所罗门的后期，他的孙子大卫的孙子罗波安的时期就分裂成2个国家，一个是耶罗波安所带领的北国以色列，一个叫做罗波安带的南国犹大，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你会听到有关他们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这个由来就是这样来的啊。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所罗门的这个内容，请大家看一下86页。所罗门最被称颂的地方就是他曾经跟上帝求什么？他跟上帝求智慧。好，那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问他说：“你要跟我求什么？”然后他就跟上帝祷告说：“因为这个要治理百姓，太过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他说他跟上帝求智慧，能够治理这个百姓。”上帝非常喜悦这个祷告，为什么？因为这个表示这个所罗门他是一个相当有智慧聪明的人，他会愿意学习怎么样去治理他的百姓，他要求上帝给他智慧。所以上帝不但是把智慧赐给他，而且把寿命还有富贵都赐给他。所以他的年代，这个所罗门在的时候，国家是到达顶峰的时候。所以我们曾经有听过有一些东西叫做所罗门的宝藏，就是其实所罗门时期的时候，他的钱是很多的，他的那个宝藏，他的这个金银是很多的啊。甚至有一个记录是这样，在所罗门时期的时候，银子是不值钱的。听得懂意思吗？我们现在银子其实是算贵重的金属，直接打个银子的项链或是戒指就是很贵重的。那个时代银子是不值钱的，你就可以了解说那个时代富贵到什么样的情况，叫富到流油了啊，流油了。好，然后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智慧的判案，我想圣经里面我们有看过啊，他曾经判过一个孩子，他是属于谁的孩子？一个小朋友，他有两个妈妈在争这个孩子是谁的。后来这个所罗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把这个孩子说，那我们就把它分成2半，然后反正你们2个都争，我们就把它分成2半，那一个给这个，一个给那个。那个争的妈妈当然心里焦急，她说没关系，那就给他吧，给他，因为她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所以后来所罗门就判给谁？判给那个愿意给的那个人，因为只有妈妈才会希望
自己的孩子是活得好好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智慧。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到智慧相当重要？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这个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讲说，犹太人说智慧是什么？叫做 know how。智慧是什么意思？他说智慧叫做 know how， 我知道怎么做。有的人做事情，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很多的体力，甚至很多的金钱资源，但是还是做不好。这个叫做不知道怎么做，没有智慧。好，所以 know how 是什么？我知道怎么做，而且是能够最有效率、最快的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个叫 know how 啊。所以这个所罗门是一个有智慧的王，他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对所罗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语，他是一个跟上帝要求智慧的一个国王，所以他的这个国家的范围是过去没有，连他老爹都没有他那么厉害，然后他后面也没有比上他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很有智慧的王。那但是也是一个失败的开始，请大家看87页。87页，所罗门盖圣殿，在这个第二段的这边，所罗门建圣殿啊，有个2的地方，所罗门建造圣殿，并且在那里献祭，这个是他在最鼎盛的时候，他这个包括他的周边的国家都跟他有很好的关系。这个西兰王他还提供他建材来盖圣殿。好，那甚至关系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国际关系好到这个第3的地方。甚至有一个叫做示巴女王，有没有？第3的第2小点这边，示巴女王还来觐见所罗门。示巴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在哪里？有人研究说有可能是现在的伊索比亚。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向来伊索比亚跟那个以色列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好的然后。据说有可能，这个示巴女王曾经跟所罗门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之后生了孩子，后来就是这个伊索比亚的国王，所以这个是这个传说了但是，会不会有可能不知道？但是至少知道说伊索比亚他们对这个以色列是比较友善的，所以甚至有人说，失落的那个约柜有可能是藏在伊索比亚的国内里面因为后来这个圣殿的地方现在盖了清真寺，所以清真寺里面没有这个，已经找不到这个约柜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人猜测说，有可能在圣殿被毁之前，这个约柜已经被运到伊索比亚去了好，87页下面，所罗门本来是很这个兴旺的，但是失败也在他这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失败的地方，他立了很多嫔妃了为了太太多了，所以他必须要去跟这些太太一起去这个安抚这些太太，所以他跟着他们去拜偶像，然后所以导致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是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这边第4个大点的里面，第3有没有？神兴起以法莲人耶罗波安，将所罗门之子的手中夺去他的政权。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变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一个由来所以这个从这个列王记的地方可以看得到，列王记上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于这个列王记上11章以前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有关对于这个所罗门的内容好，那这个书相当好，因为它已经把我们做一些分类了，所以请大家看一下88页，因为
圣经里面、历史书里面有2套内容是相当接近的，一个叫做《列王记》，一个叫做《历代志》啊。好，那《列王记》跟《历代志》有什么样的差别跟落差？请大家看一下88页，这里就有一个表来做对应，有没有？好，这个表相当的重要啊，可以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列王记》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历代志》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好，请大家看一下。列王记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历史？他说，第一个，列王记是以先知的观点来看历史；那历代志是用祭司的观点来看历史。所以2个角度不一样。先知是比较严厉批判的啊，所以你只要看到先知，就表示他是比较严厉在批判这个政治的部分。好，那祭司就比较不一样，祭司是比较属于温和派的。温和的啊，所以历代志通常都写的比较不会那么样的强烈啊。好，第二个记载南国跟北国的历史，这个是列王记的一个重点啊，南国北国都有记啊。好，但是历代志就比较没有记北国的历史，它是记的是南国这个犹大的历史啊。好，那第3个就很重要了啊，显露什么？第3个叫显露所罗门的罪，所以所罗门犯罪都在列王记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他这个娶了很多的嫔妃，拜偶像啊，然后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开始有一些变质了的状态，都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啊。好，但是历代志比较没有记到所罗门的犯罪的事情啊，所以它是比较隐藏的。因为所罗门盖了圣殿啊，所以祭司的观点里面，所罗门是一个相当好的王，因为他把圣殿盖起来。好，第4个，故事的中心在哪里？在皇宫，这个是列王记，它的中心在皇宫，就是政治啊，就以政治为中心。然后历代志是以圣殿为中心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历代志比较多在讲敬拜，比较多在讲这个圣殿的内容。好，第5个，列王记它善的王、恶的王，它都有记录。但是历代志的话，都比较写的都是比较好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就知道说内容上稍微有点差。好，第6个，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这个是在列王记才有这2位先知的记录，但是在历代志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第7就比较好解释了啊，就是政治史跟宗教史，所以列王记是比较属于记录政治史的，然后历代志是比较属于记录宗教史。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简单的记录圣殿的建造的过程，那这个历代志就讲的比较详细啊，所以这个是列王记跟历代志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看起来就知道，大家以前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一定觉得相当的这个沉重跟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好像学历史课都要记很多，其实不要记，大略上知道故事就好。所以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压力，变成什么？好像我们要记很多的人名、地名，或者是要记很多的东西，其实不必要。只要知道大略上故事在讲什么就好了。好，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说，在背景的状态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啊。好，那请大家也把这个表记一下。好，我们刚刚说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后来把北方的10个支派就建立了以色列，然后罗波安把南方的支派统一了，所以南方的这个便雅悯跟这个犹大支派就变成了南国犹大国所以后来分裂成2个国家，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好，但是他们都有灭亡的时间。北国被谁灭亡了？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好，那南国犹大被谁灭了？被巴比伦。
是2个不同的外族，但是都被外族灭掉了。那时间点有差，时间点是西元前721年的时候，以色列被灭掉了。然后西元前586年的时候是犹大国被灭掉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犹大国是比较晚被灭的，北国以色列是比较早被灭掉的。那通常他们以前这些外族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我打胜仗了，我就把人跟财产全部都抢走啊。所以北国以色列他们被抢夺去哪里？去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叫尼尼微，所以这样大家就有印象了。有一个人，上帝告诉他说，叫他去尼尼微，他说我死都不要去。那个人叫做约拿，知道吗？为什么约拿不要去？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世界第1强国，所以他不要去这个亚述帝国。为什么？因为这个亚述帝国是我的敌国，我不要去。好，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做约拿的这个先知，他不想去这个亚述，去尼尼微。好，那犹大国也是，犹大国本来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做约西亚，他本来也是想要这个复兴他的这个固有传统文化本来有一度也是有中兴之态但是后来变成这个巴比伦王就把它给吃下来了，所以后来这2国都是被掳到这个国外去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很可怜，他们是被这个成为奴隶，过去成为埃及的奴隶，后来成为这个亚述跟巴比伦的奴隶。所以记得刚刚讲的内容，知道吗？当你不是影响这个世界，就是世界来影响你。所以要常常记得，基督徒在世上也是一样，如果不是你影响世界，很有可能你会被世界来影响。好，到这边可以吗？所以记得第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叫做北国的国王叫做耶罗波安，然后南国的第一个国王叫做罗波安，差一个字，差了耶耶罗波安，字数多的是北国的，然后字数少的是南国的。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谁？没关系，可以问，可以问。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对。那但是他这个，我们台语有句话讲叫做“克谁”，老爹很厉害，所以他以为他跟老爹一样厉害，结果后来这个就吃到假的根就吃到了，就是人家不吃这一套了。但是耶罗波安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好，所以各位要知道说，我们都很希望看到政治明星，但是政治明星也会有弱点的。很多时候政治明星一开始都很好，像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叫做扫罗，扫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好，他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然后他长得帅，然后又很有这个孔武有力，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是后来他为什么会衰落跟堕落？因为人性，如果人不是依靠上帝，很多时候你没有拉回来你的那个本性的时候，有时候会走偏了。所以，扫罗让嫉妒生成在他的心里面，这个也要让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说，扫罗他有这个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搅扰他。有圣经学者这样说，有可能扫罗患了忧郁症。扫罗有忧郁症，为什么？因为他很怕他的国家不保。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个人，年轻人起来，这个人叫大卫。然后这个打仗的时候，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个扫罗王开始忧郁了。这个万一杀死万万的话，那我这个国位岂不是要被他抢走了？所以他那个不安一直侵扰着他。所以圣经里面说，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搅扰他。那靠什么去除去？就是大卫在旁边弹琴、唱诗歌，然后把他
那个恶魔赶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音乐治疗，其实早期就有这个东西。音乐治疗是透过诗歌、透过歌曲、透过音乐，把里面的那些这个心理的问题，把它给释放或是解决。所以其实透过音乐或是透过艺术，可以能够释放人的心啊。它是要透过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跟音乐啊。好，到这边可以吗？可以，我们就要擦掉了哈。好，所以所罗门讲完了。好，所罗门讲完了之后就好讲，为什么？因为就变成北国跟南国了啊。好，请大家看一下89页。现在进入到的就是《列王纪》里面比较讲的比较多都是北国的历史，所以记得刚刚那个表有没有？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从这个《列王纪》上的12章开始，啊，就一直到《列王纪下》17章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叫做北国的历史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89页，这里就有提到了。好，背景的部分第2段，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提到国家分裂的一个状态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第2段，他说所罗门死后，国家分裂成为2个部分，一个叫做南国犹大，犹大包含哪几个支派？犹大包含犹大跟便雅悯，还有因为圣殿也在耶路撒冷，所以利未人也都在这个地方啊。然后首都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然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是南国的第一个国王，然后北国10个支派在哪边？这个建立都城，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好，那归给谁？归给耶罗波安。好，但是各位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比较少提到以色列的首都是在这个示剑，通常都会听过有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对不对？好，请大家看一下撒玛利亚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北国的首都？91页，请看一下91页。上面有一个5，有没有？5暗利王朝这边有没有？91页这边，暗利王朝的这个暗利哈，这个人。他说做了王6年之后，盖撒玛利亚城，然后把国家迁到撒玛利亚。所以最早开始北国是在示剑，后来迁都到撒玛利亚。好，所以先知的时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开始分裂成这个南北2个国家之后，先知的角色在这个时候就出现比较多了。好，请大家看一下89页倒数第5行这边，北国有9个王朝，一个王朝就是一个这个被推翻掉的，这个就是一个王朝啊。所以总共这个北国有9个王朝，也就是有9次改朝换代，然后有19个国王。然后在圣经里面，这19个国王没有一个好东西哈，所以这个就知道说为什么北国这么早就会被灭掉了。好，然后有2个重要的先知，叫做以利亚跟以利沙。这2个人名字很接近，但是要知道他的先后次序。以利亚是老师。以利沙是他的徒弟。好，圣经里面没有写书的先知，都是叫做行动先知。就是他们都是去行神迹的。或者是去做事情的先知，这个叫做行动先知。好，
所以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一个叫以利亚，一个叫以利沙。好，另外有写书的，我们叫做著书先知。好，哪些人叫著书先知？只要是有书名的先知都是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从这个先知书里面就可以知道有哪几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还有写耶利米哀歌也是耶利米啊，以西结、但以理，这个都是叫做著书的先知。还有这个12个小先知，这个都叫著书先知。有写书的先知叫著书先知，没有写书的先知就是叫做行动的先知啊。好，虽然他们没有写书，但是他们的功劳跟事迹都相当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人的一个作为啊，特别以利亚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好，在以利亚的时期91页，请大家看一下，跟他配搭在一起最常出现的国王，这个人叫做亚哈。大家看一下这个亚哈的这个地方，在安利王朝的第2个国王，这个叫亚哈。这个亚哈王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太太，叫做耶洗别。所以有一些东西千万不要乱用，要问过才知道，那他在讲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在讲叫做耶洗别的灵啊？耶洗别的灵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耶洗别这个王后，她是会掌控她先生的，所以有很多人灵恩派的人，他们常常会讲这个有耶洗别的灵，不要以为是真的耶洗别来出现，不是。他所谓的耶洗别的灵是什么？就是掌控的，很喜欢掌控人的那个灵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喜欢掌控，我们都会说这个叫耶洗别的灵，因为耶洗别常常掌控他的先生，所以圣经里面都要用一点术语，说这叫耶洗别的灵。但是其实不要去乱套人家说这个叫耶洗别的灵，他其实就是掌控，他喜欢去掌控一些事情或是掌握一些东西，这个叫耶洗别好，请大家看一下92页这边，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就是后面这边可以看到以利亚最有名的事情就是跟450个巴力先知斗法，请大家看一下92页有没有？92页的第6个，在加密山上跟450位巴力先知斗法。但是在这个之前，这个以利亚曾经祷告3年不下雨，结果后来真的就3年没有下雨。所以以利亚其实跟我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人，但是当他祷告，上帝就应允他。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祷告来为国家、为百姓、为我们的所在的地方来祝福，而不是带来咒诅。但是这祷告是很有功效的。好，所以他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力先知斗法他们斗法的过程相当有趣，因为这个巴力的先知他们在这个祭坛上面，他们挑战就是哪一个神可以把火降下来，那个就是真神。所以后来这个450个巴力先知拿刀砍自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当机一样，砍自己，砍到流血，砍到都累了，都没有活下来。后来这个以利亚先知祷告，上帝就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所以上帝证明以利亚是他的先知，这个是上帝为什么降火的原因。但是降了火之后，就知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才是真的上帝，所以后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个上帝才是真实的，不是这个巴力，不是这个巴力。
其他请自己看一下。95页，北国最后一个国王就是在第12个地方，95页最后一个国王就是何西亚。所以北国的第一个国王叫做耶罗波安，最后一个国王叫做何西亚。何西亚，他真的死了，最后的。北国的状况蛮惨的，因为北国被拉去当奴隶的人，通常都会被挖掉眼睛，然后就会被那个铁链串在一起，所以他们其实亚述人对战俘是相当狠的。但是他们不是一次就把所有人都掳去了，他们是分梯次的，所以他不是说一次就把他们都掳走了。所以请大家看一下，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在95页11这个地方，有没有？有个比加王朝。北国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被掳到亚述帝国是这个时候，这个比加这个人。好，结果何西亚就把这个比加给干掉了。可是干掉之后，他又背叛这个亚述王，结果后来就亚述王就整个把北国都全部都灭了。所以最后一个国王就是这个何西亚啊。好，北国败亡的原因这边有列出几项，第一个叫做敬拜别神跟侍奉偶像啊，还有建立丘坛，丘坛就是在自己的地方去盖祭坛献祭，不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献祭的。好，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就是不读圣经的，不听上帝的话了，然后拜偶像，金火占卜，还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就是信仰整个都没有，所以北国的信仰相当糟糕啊。好，96页，请大家看一下，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师徒，他们都有行动，很多的神迹跟着他们，所以以利亚的先知的那个神迹在96页这边上面有神为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好，以利沙也有相当多的神迹，到97页这边总共有21项啊，所以。以利亚传给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曾经祷告神，他说：“求那个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为什么以利沙做的事情会比以利亚多？因为上帝加倍的给他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啊，我不会像我的老师，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像我的师傅一样那么厉害。其实不见得。当你愿意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上帝会把给你的老师或是给你的师傅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更多加倍给你。所以以利沙跟上帝求加倍的恩赐，加倍的感动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行的神迹比这个以利亚多1倍。所以96、97就可以看到，这个以利沙其实他也行过相当多的神迹奇事。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最后1分钟，99页，请大家看一下北国跟南国，到后来最后一个国王有看到吗？啊，这里就有一个表了。北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做何西亚啊，刚刚提到这个何西亚。好，然后南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就是这个西底家啊，所以2个名字都怪怪的。一个何西亚，一个西底家，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死掉？这真的就是这样。好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先下课10分钟啊。一个何西亚，一个西底家啊。